大家好，今仔日的课程爱讲台语的声母。顶摆有讲过，咱若是要学台语，上重要就是头一步爱先甲台语罗马字学起来，因为有台语罗马字，咱才有法度甲声音写出来，才有法度查字典，才有法度拍字。其实台语罗马字的结构真简单，就是包括三个上重要的部分，像这个字台语。台就是的，甲 I 的就是声母，这个 T 就念做的。咱会记这台语发音的规则，甲英语是无共款，像这 T 就是爱发做的，这是声母。A I R E I 就是韵母。个台语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，所以毋但有声母，个有韵母。搁爱有一个符号表示声调，像这台 A 的顶悬有一个若像无仔的符号，这就是声调，所以第三个部分就是声调。最后这台语中有一个连字符，连字符就是英语内底讲的 hyphen，这个 hyphen 甲台甲语两个字连起来，这就代表台语是一个完整的词。拄则讲的是用罗马字去斗拼音的方式，咱嘛会做复现的。到底以前无罗马字的时阵，咱是安怎用传统的拼音去讲一个字的发音是安怎讲？这本册出版是伫1954年，这本册叫做《瑞音宝格》，这就有写罗马字，搁有写传统拼音的方式是要安怎？表示一个字的声音。像这个字有两个发音，一个是款，一个是克。若是发做款的时阵伊会写关三气，关三气。这是啥物意思呢？头一个字就是这个字的韵母，韵母就是较后壁，买当讲是母音，就讲关。个弯，所以这就是弯，留这个弯的音。气的头就是声母，科伊气，所以就是科。所以这个字就是科加弯宽。因为有声调，这中的数字就是第几调的意思，所以才写三就是声调，第三调就是宽。所以若是要用传统拼音的方式，咱就爱其实真侪表示声母甲韵母的汉字，咱就讲看后壁。像讲传统的声母有15个音，这六边球起地破他精入时英文语出戏，这15个。搁有45个传统的韵母。我这就是滚根金龟鸡加龟加鸡球高胶鸡姜哥，搁有一大堆，这拢记袂清楚。好，所以咱看过传统的方式，应该袂感觉这比即摆用的罗马字较好学。其实用罗马字，其实颠倒这声母韵母的符号佫较少。即摆先讲上简单的部分，就是台语的声母。声母的符号敢若17个，就是17个声母。这个表内底就是所有台语用会到的声母。甲中国语的声母的注音相对照。我先念互大家听。这拢是一组一组的。像讲第一抓就是顿音，有分做无送气、送气、落音、片音、擦音。我吞音就是波、破、无、么，字尖音的、特、了、呢，字根音后音有个、科、个、呵，起音之、吃、日、思，鸡、七、日、西。再来底真侪是注音有的，毋过嘛有一部分是注音无的音，因为逐种语言拢有伊上特殊的所在，有的音是别种语言无的发音，像讲伫台语内底落音
啊，佮有一寡片音，迄就是注音无诶。好，后壁诶一组一组诶念互大家听。比如讲第一组是敦音，啊，伫共一组内底发音诶所在，就是讲喙形啊、喙齿诶所在，拢是差不多诶，但是发音诶状况无共款。像即组b、p、m、m 这四个音分别是无送气、送气、落音甲片音。无送气就是这气拢伫喙诶内底，啊，若是较吐出来，就是有送气诶音，像讲 b 甲 p， 啊有送气诶音拢是后壁加一个 h， 啊，咱搁提醒一摆，就是伫台语内底表示诶声音甲英语是无共款，所以英语你看到一个 p 会发做 p 诶音，啊，但是台语毋是，台语看到一个 p 爱发做 b， 若是 p 就是 ph。啊，看到 B， 这就是落音，落音才会用感觉色甲写出来。B 就是无是落音，啊片音就是么，这是敦音一组四个。啊，记咧像讲宝的音有啥物？八壁、病房，好的音苹果、画白，啊无的音目霾、无啊，无的音物件。头毛内底有用到顶悬，即个罗马字符号的，就会用红色甲伊写出来。啊，第二组字尖音，字尖音甲拄则迄顿音是共款，就是拢是无送气、送气、落音甲片音。像讲一个 T 就是刀，这是无送气的音。啊，有送气就是后壁加一个 H， 变做 TH 就是特，这是有送气的音。啊，落音就是落，啊，片音就是呢。啊，即个落啊，中国语内底嘛有落，啊，毋过其实台语的落甲华语的落是淡薄仔无共款，甲英语迄 L 的音嘛是无啥共款，所以咱会用用注音的落，斗相共记起来讲，即个音是落，但是咱会知影讲台语的落，其实喙齿的所在啊，足我头前的，但是华语的落，伊的喙齿小可较后边，啊，英语的落，这喙齿的所在嘛无啥共款，所以这其实是无共款的发音。啊，有倒的像有电工、杜尖，讨的听筒、抽痰，落的良性、懒人，脑的耳目、软尖。再来一组是字根音，字根音有啥物呢？有歌、科、俄、俄，啊，甲之前讲的嘛共款，这拢是四个无共款的声音啊，这拢无送气、送气、落音甲片音。无送气就是歌，干那一个 K 有送气，后壁加一个 H 变做 KH， 落音是写 G 歌，片音是俄。歌科歌，歌的有经啊、乖啊，科的有爱困、健康，我的有囡仔、牛人，我的有文雅、严硬。后音是上简单的，就是好一个声音，好 H。像讲有翕相、副作用、袂负。过来，请大家摕纸甲笔出来，咱做一个简单的练习。尽管有讲，一组一组的，像啥物敦音啊、字尖音啊、字根音啊、后音啊这种的，拢是一组一组的。咱得爱听后壁我讲的，像讲举例啊，讲普德的普，听到普，就爱甲伊的声母写出来。比如讲普是破乌。所以 p 的音就是伊的声母，咱就写 p 就是 ph。像讲文化文就是无文，这个无的音就是伊的声母，所以咱就爱写无，无的符合就是 b 的音。第一题
桃园的桃，桃园的桃。第二，黏米的黏，黏米的黏。第三，无仔的无，无仔的无。第四，年母的年，年母的年。第五，崩仔的崩，崩仔的崩。第六，符号的符，符号的符。第七，恐怖的恐，恐怖的恐。第八，公报的公，公报的公。第九，吴先生的吴，吴先生的吴。第十，牛奶的牛，牛奶的牛。大家若拢写好啊，咱就来看答案。桃园桃是桃，黏米黏是落，无仔的无是无，年母的年是呢，崩仔的崩是波，符号的符是号，恐怖的恐是科，公报的公是哥，吴先生是鹅，牛奶的牛是鹅。再来这组叫做起音，起音看起来小可较复杂，因为伊会有两个三个字到做伙做共一个字母，其实爱家看做就是一个字母尔。嘛是共款有无送气送气的音，有擦音有落音，这就是之、吃、思、日。之就是用 ts 来代表，就是之。吃喙形是共款的，有送气变做吃，甲正常讲的拢共款，就是有送气的，就是后壁加一个 h 变做之，吃之变做吃 ，ts 的变做 tsh。思就是 s， 这个就直角的。落音是日，日就是写一个 j， 日这华语无的音，日这是起音。好，之类有啥物专家注释，之类有测耳，差不多，之类细菌，西药剂，之类热人，热目睭。起音嘛，若是后壁加一个 i， 声音会小可仔无共款。你嘛会当加 i 的这组看做是声母。但是其实因为 i 本身伊就是一种韵母，伊是母音，所以其实声母就是头前，像个 tsi， 其实伊的声母就是 ts 尔。毋过你就会当甲 tsi 这种音家己记起来，就是 ts 是之加一个 i 之一，看到 i 爱发做一的声音，所以之一之就是之，就是之。吃一 tsh 吃加一，吃一七就是七。共款之是无送气，七是有送气，就是之七。思加一思一 c 就是 c 的音。日加一 z 就是 z， 所以这就是 g 七 c z。共款 z 是落音 g 七 c z。g 有记、精短、期、支持、起令、c 的时间、信息、z 的写字、日子。好，再来做一个简单的练习。这个练习就是这内底拢是支、吃、思、日，当然嘛有 g 七 c z。毋过 g 七 c z 迄个 i 毋免写，你就写头前的声母就是支、吃、思、日就好。
记咧像金嘛，金是鸡，鸡其实就是 TSI， 不过你写 TS 之就好书课书就是诗屋，所以诗就写 S 诗。第一题儿童的儿，儿童的儿。第二信号的信，信号的信。第三市场的市，市场的市。第四菜色的菜，菜色的菜。第五站站的站，站站的站。第六这开的这，这开的这。第七死刑的死，死刑的死。第八入来的入，入来的入。第九收水的收，收水的收。第十热心的热，热心的热。好，那写好咱就来看答案。儿童儿，儿。信号信是是就写 S 诗就好。市场市是TSHI，不过写 TSH 吃就好。菜色菜吃 I 吃，所以 TSH。站站之暗站之 TS。这开这之嘛是之。死刑死 CSI，不过写 S 就好。死入来入字，所以就是一个 J。收水收 CSI，写 S 就好。热心热字，所以就写一个 J 字。好，再来较复杂的练习。咱已经学过所有声母，所以后壁咱就把所有声母拢揽做伙，就是有可能有之前讲的吱吱吱吱吱吱吱搁有科啵这种拢有。甲两个字，甲两个字的声母拢写出来，记咧像声调，声甲调诗的。所以就写诗个加的，诗是 SI 写 S 的和诗的。腔喙，腔加喙，科加齿，所以就是科加齿安尼。第一题腹肚的腹加肚，腹加肚。第二皮肤的皮加肤，皮加肤。第三骨头骨加头，骨加头。第四欠血欠加血，欠加血。第五挂号挂加号，挂加号。第六清擦的清加擦，清加擦。第七疼痛疼加痛，疼加痛。第八镜头镜加头，镜加头。第九半暝半加暝，半加暝。第十牛肉牛加肉，牛加肉。好，安尼咱来看答案。腹肚，腹是波，肚是刀，
皮肤皮是坡，肤是呵，骨头骨是哥，头是特，欠血欠是呵，血是呵，挂呵挂是哥，呵是呵，清擦清是七，啊七擦是吃，啊七是 TSHI 加 TSH 的会使717，疼痛疼是拖，痛嘛是拖，正头正是 TSI 啊，等一下支的和支一支，头拖，半暝半是波，暝是么，牛肉牛是鹅，肉是无，两个拢落音。好，今仔日就讲到这，多谢罗拉。这是较简单的一部分声母，后礼拜会讲韵母。多谢大家。